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咧同大家睇一個天水圍嘅樓王啊！我呢個新處位置咧就係 YOHO West 啊，咁同大家睇一個大積兩房，售面積440尺啊，大兩房，開陽景，我哋望咗個景先。咁啊，出邊李兆基書院啦，側邊天頌苑，遠望就天成村，再遠望濕地，一個咁闊開陽景，完全冇樓望樓，一個距離咧相當之遠嘅。咁啊，再縮翻入嚟，我哋睇睇個3合1露台啊，相當之實用啦。咁啊，冷氣機散熱擺埋喺度，睇睇間屋入邊嘅情況。客廳、飯廳，咁啊兩邊擺電視都冇所謂噶啦。咁呢度做咗有個餐台啦，飯廳喺呢度啦，同埋原裝廚房嘅設備啊，咁啊微波蒸焗爐啦，嗰個洗衣機喺入邊啦，咁大嘅 Samsung 雪櫃啦。不過佢 YOHO West 咧，如果對比 Wetland 咧有個好處，佢兩房咧已經係3頭電池嚟㗎啦。如果 Wetland 咧淨係得一半嘅啫，呢度嘅啫。咁啊好用啲啦。睇翻門口嘅位置側邊就係鞋櫃啊，咁呢個都大啲嘅喎，雙繞門。有啲得一隻門，擺多啲鞋。咁再睇埋細房，咁啊細房呢度就可以擺個單人床啦，加埋衣櫃或者書台仔咁樣啦。咁呢度咧原裝咧仲有多個櫃添嘅，所以點解話大喺邊度咧？就係呢啲位啊，實用嘅收納櫃，做到上頂，發展商俾埋你。洗手間啦，奇異光嘅設計啦，咁啊。有埋浴室寶，咁呢個咧都保持得幾新淨嘅。咁再睇睇客飯廳成個樣，睇埋主人房。主人房咁啊又係有埋原裝啊發展商俾你嗰啲家私啦，咁啊雙人床加埋衣櫃，嗰隻 Indigo 嘅品牌。YOHO West 唔係咁多放盤嘅啫，咁啊吉咗喺度咧，任你睇咧，仲更加少有。咁啊有興趣歡迎聯絡我，帶你過嚟睇下。